所以说，这是一间纪念你跟那个人有着共同回忆的饭店啊。你把他做给你吃的所有菜式保留下来，等他回来。来，我们为了冯峰的长情，还有可歌可泣的爱情，干杯！为我等的那个人，干杯！干杯！等一个人，切，起这么一个名字，难怪生意不好。我收了他的店，算是帮了他。老大，你生意做这么大，何必难为一个小店主呢？我不想因为心软而影响我对工作的判断力。做生意要的就是快、狠、准。疼！老大，你是不是心疼了？我心不疼，我这里疼。老大，你放轻松一点，像我一样笑一个。你说你找这傻大妞给我扎得皮破血流的，你还有脸让我笑？这个静静呢，虽然脑子不太好使，但是她就是我们要找的那种可靠老实人。还有，你说什么她就信什么，绝对不会怀疑我们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行了，静静她不是老大，你听我说，静静。车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放传单吸引顾客，让我们的餐馆永远经营下去。哦，已经变成我们啦。你很烦哎。哎，峰峰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人们贪小便宜的心态，发放一些优惠券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店的菜不仅美味可口，而且经济实惠，并且还价廉物美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真不可思议啊！你们经过几个回合的征战，终于达成统一战线了。那我们的海报可以按照这个样子来，春秋乐园的春游记。可以。那我们这几天就开始吧。不行，我今天晚上就赶设计，领导交给你确认，然后再让我同学帮忙加急打印，最迟明天中午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发放。好，明天中午春秋乐园广场那里人流量大，年龄层广，消费人群最合适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头号行动派啊！老天爷啊，我峰峰是何德何能，居然有幸能遇到你们二位。我峰峰别的不敢保证，但只要等一个人不倒闭，你们永远都是我这里的